台湾南地。谚语是群众创作并在口头上广为流传的一种简练通俗而富有哲理性的定型化语句，是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学艺术之一。它富有情味、韵律，读起来朗朗上口，易说、易记、易用，是人民群众会的结晶，实践经验的总结。人们往往以这样的谚语去教育指导自己的亲属待人处事、生产生活。台湾南地。小花莲盆疼囝连孙，这个花蕊若讲开了水，爱花人士自然对喜爱，自然对介意。因为真爱惜这个花蕊，就算无讲真介这个花盆，对着这个花盆嘛会珍惜，这是真平常的移情作用。像这老大人，伊呢真疼爱伊家己的囝。对着伊的孙仔，当然嘛疼爱。有的是因为疼孙了后，佫更加疼伊的囝。这嘛是爱恶结恶的现象。像乌鸦外形，大家拢无介意。伊的叫声歹听，甚至呢，叫人当作讲是不祥的动物。看到这款鸟啊，听到这款声，拢讲歹结条。因为爱这间厝，对厝顶这鸟啊，甚至是乌鸦。嘛，较会接受。人拢是感情的动物，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啊，拢会出现感情用事的情形。总共一句感情这款代志真歹讲。谢谢观赏，让我们一起推广咱们的母语，把影片分享去您的聊天族群，也不要忘了给我动力，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请点按 subscribe， 再按小铃铛，谢谢，感恩。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